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哋背書。神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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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久傳盛名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神卑鄙，位至廣威。三顧神於錯路之中之神，以當世之事，有是感激。誰許先帝以居辭，有是感激。誰許先帝以居辭？神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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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以來21年矣。先帝之神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嘆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名，故5月到勞，深日不務。5月到勞，深日不神本務。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神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神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神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出師表，諸葛亮。神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當時諸葛亮係布衣，正值有人賞識佢，佢親自耕作，就係等緊一個時機。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將出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竭勞頓，讓隨間空。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將出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竭勞頓，讓隨間空。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將出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竭勞頓，讓隨間空。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將出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竭勞頓，讓隨間空。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布衣，躬耕於南陽。神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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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衣，躬耕於